Kevin，那结果大柱真的把车过户给你了？哦，对啊，但他那时候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，真拿他没办法。上次你改了方向灯，那这次又改了什么？既然您问到这个，这次改了这个偷手龙纹拆的后灯组，既然你这么好奇，我就来介绍一下吧。这次的尾灯呢，跟前面的方向灯设计是差不多的，那它一样拥有这个序列式的方灯，还有68颗高亮度的 LED 灯珠，更立体的灯导，能让光更加均匀发散的 3D Light 设计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打开双闪的时候，只有尾巴的部分用闪烁的方式呈现，整体来说相对比较低调一点。而在单独打这个单边的方灯的时候呢，它是整条灯导用流水的方式闪烁呈现。来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个。真的，哦，真是超帅的。好，小贺来，帮我拍一下，帮我拍一下，看，